大家好，今天我介绍的配方西西里布雷西奥龙的酱，方言布鲁西尼。我们从主要成分是在当地商店购买牛肉片美丽的开始。碎牛肉、西西里芝士碎粗，4煮鸡蛋，2白洋葱鸡蛋1个，将有助于味馅1个洋葱。切碎面包屑，切碎的香菜意式肉肠3片，根据口味，火腿或香肠，番茄酱。为了让我们把牛肉馅填充，因此它是足够的，约500克。加入1个鸡蛋，有点奶酪码，有点香菜，一点面包屑，盐和胡椒。我们也有点切碎的洋葱，添加到风味的馅。我们把所有的成分，我想补充的另一个鸡蛋，因为馅看起来太干，再次混合。就这样，我们的馅泡开了一会儿，我们的填充，并采取牛肉片。我们切木砧板，努力扩大肉，使其更瘦，使得我们的瘦牛肉片后准备灌装。我们以意式肉肠的3片，意式肉肠使填充多一点脂肪和美味。然后我们去传播我们的馅。当我们已经完成了传播，填写薄薄的一层，就可以加一点奶酪码。现在我们必须把煮熟的鸡蛋切割每个蛋的头部和尾部。最烂的部分将推出的布鲁斯尼。慢慢卷起我们的切片，这将是足够的，约6万人。我们必须用绳子绑它。我们追平了布鲁斯尼，让我们的厨房
我们把橄榄油在我们的锅，加入切碎的洋葱，让鱼苗添加布鲁斯泥，让棕色的来自各方面的布鲁斯泥，然后加红酒尼罗阿沃拉，我们会蒸发一杯。现在让我们添加的番茄酱，盐的味，糖的比特来纠正番茄的酸度。我们盖让煮中等保温1小时。1小时15分钟后，我们移除了布鲁斯泥。我们删除的字符串，现在我把它切片。我用的是电刀方便。是留在锅里的芝士非常好的。我们把一个小米的盘子上，我们把几片在盘子里。如何漂亮的彩色本布鲁斯泥？我们仍然有一点酱油来完成。这是我们伟大的结果。今天会配这道菜有好的红葡萄酒西西里的内罗阿沃拉。祝你好胃口。